心在中，底部偏窄，下面隔膜下面左肝，不对了，右肝啊，左皮啊，右肝左皮，还有肺，然后后面的肾，所以说心肝脾肺肾。你看你要胆属于六腑，大小肠、胆、膀胱、心包络、三焦就六腑，上焦管呼吸，中焦管吞咽，下焦管排泄。焦呢跟火有关系啊，阳气啊，所以属于六腑。六腑属于阳，五脏属于阴啊，有一阴一阳。肝脏胃就好像个山，你看里面包的心脏啊、肝啊、脾啊、肾啊，肾比较下面可能没有包到，左脾右肝的还有心脏，心肝脾胃肾，后面比较下面的肾，心肝脾胃肾五脏。这个画面是有，肝脏，然后还有这个胆嘛，还有胃啊，你看呢，右边右边下面那是胃呢，左边还有脾耶。脾啊，生痰之源，原来脾是生痰的源头。原来脾是生痰之源。
来福字、数字，好像还有什么字？三字养生堂。来福字、数字。